大家好，歡迎收聽神中課，穿越信仰風暴。今日係5月4號，題目係在嬰兒出生之前。經文記載喺士師記第13章8節。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們這裏來，好指教我們怎樣待這將要生的孩子。上帝親自向瑪挪亞嘅妻子顯現，宣告佢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佢將來要成為一個大人物，要拯救以色列人。於是佢就賜俾佢有關嘅飲食嘅特別指示。我哋當視這指示為賜俾我哋這世代作母親嘅。你哋若果希望自己嘅兒女享有均衡嘅心智，就必須凡事節制，要保守自己嘅思想同埋情感健康完好，以便將健全嘅心智同身體傳授俾你哋嘅兒女。每一位作母親嘅都應當了解自己嘅本分，佢應該明白兒女嘅品格如何，大家都關乎佢自己嘅孩子誕生之前嘅生活習慣，以及佢哋出生後佢哋親身嘅努力，而唔係外界嘅各種優勢或者係劣勢。那配作自己兒女教師嘅母親，必須喺佢哋誕生之前先養成克己自制嘅習慣，因為佢會將自己嘅特質，就係佢自己品格中嘅各項優點或者弱點傳俾佢哋。有些愚妄嘅顧問往往主張，作母親嘅必須滿足每一個慾望同情感，但係咁樣說法係唔正確同埋係有害嘅。由於上帝親自嘅吩咐，作為母親嘅就有實行自制克己嘅神聖責任。父親同埋母親都有同樣嘅責任。父母自己嘅特質，無論係心靈或者係身體方面嘅，以及佢哋嘅氣質同埋食慾，都能夠傳俾兒女。好多人將節制問題當作笑柄，佢哋聲稱主唔會親自關心我哋吃喝呢一類嘅小事，但係主如果真係唔注意呢啲事，佢就唔會親自向瑪挪亞嘅妻子顯現，賜俾佢明確嘅指示，而且2次囑咐佢要謹慎，免得忽略咗呢啲事。許多作為父母嘅視兒女出生前嘅各種影響為無足輕重嘅小事，然而上帝就唔係咁樣睇。上帝向那位希伯來母親所講嘅話，就係向各世代一切作為母親嘅人講嘅。今日嘅神中課就分享到呢度，歡迎你聽日繼續收聽。